最大嘅分別咧，其實我覺得郵票佢係最能夠代表一個地區嘅一個文化嘅宣傳嘅功效，亦都係佢可以介紹俾人認識呢個地區嘅文化嘅特色嘅一種嘅工具，同其他嘅海報啊嗰啲，我諗有啲分別就係佢比較有一定嘅嚴肅性，唔可以太個人化。就我覺得，自從加多咗一班郵票設計師之後咧，個郵票嘅設計方面咧有啲好大嘅改變嘅，因為多咗中國嘅文化氣息啦，呢個本地嘅色，澳門未來嘅發展嘅空間都比較大啲，因為而家可以題材方面啦，可以選擇多咗，因為西方文化、東方文化兩樣嘢咧，其實好多嘢可以去發揮。